Hello，大家好，我係 HK 日師奶。星期二嘅節目略略咁同大家講咗高敏感人格，其實佢具備咗啲咩優點、缺點，係上天賦予佢哋嘅，旁人唔會有嘅。譬如話超強嘅第六感啦，超快、超犀利嘅嗰種感知力、洞察力。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話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嘅嗰種共情能力強、慈悲心腸非常之大，同埋就係道德潔癖、愛嚟成日譴責自己，咁所以令到高敏感嘅人喺覺醒之前係過得好痛苦。咁日西拉都講咗啦，自己有兩次癌症啦、抑鬱、焦慮、內耗、失眠啦。過往咁多年，其實我點樣行出嚟呢？我今日就係詳細講一講入邊嘅嗰種心路同埋心理歷程係點樣。到後期我覺醒咗之後，我善用翻高敏感人格賜予我嘅嗰種優點，攞嚟破障破局，將我嘅人生咧翻天覆地咁去改變咗，重生啊！咁所以我而家先有勇氣坐喺個咪面前去公開自己嘅嗰種經歷啦，同埋同你哋分享翻自己嗰個心路歷程咯。好啦，咁而家就想同大家講一講，第一，以他人為中心，完全冇自我；第二，你會開始有少少質疑，但係你又喺度今日肯定，聽日否定，即係反覆跳嚟跳去，彈出彈入。第三，你終於覺醒咗啦，將自己擺翻喺重要位置。嗱，我首先講一講，我細個嘅時候呢。因為即係我阿媽講翻話我百厭啦，我都知道自己係百厭，係牛黃妹啊，係啊，即係男仔頭啊，除咗個樣係似女仔，冇忽似男仔啊，真係係嘛？即係我長期咧群人咧，我都係群嗰啲男仔玩多，即係女仔都有，但係男仔好中意同我玩，因為我夠爽啊嘛，我唔會好似一般啲女仔咁啊，喐啲嘢喊啊，吱吱喳喳咁，唔好意思啊，各位女士，唔係話你哋，我話緊我自己啫。OK，咁咧。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就跟咗我婆婆住。咁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基於一種生存嘅策略啊，我就令到自己咧，我發現自己只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我只要足夠嘅學識去妥協、讓步、體貼咧，我同他人之間嘅，就算親人啊，我同婆婆啊，我舅父啊，我表哥表妹，即係佢哋咁多個人，我哋嘅關係先可以行到落去。咁我讓即係去做，我先可以喺嗰個環境生存得咧稍為容易啲。咁所以咧，我習慣咗唔去麻煩人哋，自己做到就自己做。咁所以呢個階段咧就係話，只要人哋旁人係冇事，唉，我就安全啦。呢啲係基於一種生存策略，但係當然我哋嘅天性，我講高敏感人格，都永遠都係拳拳嘅一片赤子之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咁所以咧就係話，好容易俾人哋利用咗我哋去做一種情緒嘅海綿、情緒嘅垃圾桶、情緒嘅樹洞。永遠就係話會吸渣體質，就話吸到嗰啲 NPD 嘅人埋嚟操控我哋，作為工具人，俾佢呼之則嚟，揮之則去利用我哋。咁所以我都係好傻好天真嘅。我過往嘅我真係，所以我咪話否定我過往嘅嗰種做法咯。係啦，咁所以咧，由第二階段開始咧，我係好遲噶。我嘅第二階段係幾時開始？我都同你哋講，係真係。兩次大病，兩次癌症之後，特別係第二次癌症，我同我自己講，我唔要再復發，我唔要再去做化療、電療、標靶，真係好痛苦做化療。化療嘅辛苦大家都知噶啦，我唔要再咁樣光住個頭又這又那，畢竟我都係個女人啦，係咪先？成日都光頭喎，三幾年玩得喎，好好玩咩？係咪？癌症嘅嗰種痛，大家知唔知道係幾痛？所以而家嗰個港姐吳文欣嗰種痛呢，我係明白嘅。好彩我就話當初我係第二次復發，我就係第二期。第一次咧病發，我係第一期，我唔要第三、第四啊，排隊嚟唔要。所以我知道我個病根係喺我個心，我個身體嘅病根係喺我嘅心同埋我個靈，即係我個心入邊同埋個靈魂入邊。我要調整好我個心，所以我開始咧就即係可以講係出盡八寶咁啊，見情緒輔導啦、心理專家啦、精神科醫生都有啦，咁啊同埋自己嘗試去。上網又好，咩都好，買啲心理學嘅書翻嚟睇，因為唔怕話俾大家聽，我咧係基層，你見一次嘅情緒輔導唔要1000呢幾百蚊，貴嗰啲係更加多。其實冇嘢嘅，你去到喺度講嘢，佢附和下你，係肯定下你係咁嘅啫，同埋提醒下你，你好似 miss 咗你自己，你多啲講下你嘅感受，係咁嘅咋。咁所以咧，我覺得，喂，我又唔係特別有錢喎，不如就自己嘗試下去學心理學，一學咧就大件事啦。我先知自己過往咁多年全部都係錯嘅，所以我就開始知道我唔能夠再將自己嗰種高敏感人格入邊具備嘅道德潔癖、慈悲心腸、共情能力強，咁咧就愛嚟濫用俾一啲唔珍惜我哋嘅，
即係我講咗 NPD 啦，或者某啲想利用我哋做工具人嘅嗰啲人咧，我開始就自己開始收啦，開始收翻嗰種不必要嘅冷無邊界嘅共情力。我開始識得話識別某啲人係咪值得我哋咁樣付出嗱，所以咧第二個階段咧，我就唔再以他人為中心，我開始意識到曾經付出太多太多，長期都係我想佢在乎我嘅人，佢唔在乎；我想佢關心我嘅人，佢好似唔識得點樣關心我，甚至乎咧佢好似唔 care，因為你由頭到尾冇同人哋講過你嘅需要啊嘛，你嘅情感情緒需要啊嘛，所以個個人都話葉師奶係好人，好到不得了，有咩事揾佢啦，但係從來冇人問過葉師奶攰唔攰。葉師奶你辛唔辛苦？你開唔開心？冇，基本好似冇。所以就係話，點解你哋會見到有啲眾人眼中嘅開心果啊？譬如話明星都好，邊都好啊，點會抑鬱症嘅？佢唔係好開心嘅咩？吓、好似大陸嗰度有一個明星叫李誕啊，佢係講嗰個 talk show 嘅，好好笑嘅佢講嘅嘢，但係竟然俾我知道呢幾年俾我知道佢抑鬱喎、所以我就覺得佢應該都係咧。太過背負得太多嘢，咁所以我開始咧就自己開始咧設嗰個邊界，我喺自己同他人之間設翻個邊界，我多啲咧去容許自己去質疑翻我咁樣做啱唔啱，咁所以咧我就話嗰個過程係好痛苦，係反覆咁拉扯，今日肯定你自己做得啱，聽日你又嚟內耗咯，又喺度呢個道德潔癖出嚟作祟，你唔好咁啦，少少事啫嘛。人哋話你兩句唔得咩？同埋就係算把啦，以和為貴。人哋又唔係有心嘅，就算有心咪點啫？你唔好咁啦，即係我會咁傻㗎喎，自己喺內心自己咁樣去內耗，自己否定自己。你一個人都唔去接受自己嘅本來嘅真我本我，呢個世界邊個會接受你？你唔愛你自己，你自己都睇唔到自己清晰嘅需要，所以到後期就話，我開始就覺得。唔能夠再成日咁懷疑自己係咪太自私啊，唔太照顧人哋感受嗰種感覺啊，嗰種過程啊，即係反覆嘅拉扯，反覆彈出又彈入。今日咧你就話係 A 啱，聽日你又否定自己 B，後日又話 A 啱，咁即係你知唔知好容易黐線嘅，所以咪抑鬱咯、焦慮咯，因為你長期唔知自己啱唔啱，你今日覺得自己啱，聽日覺得自己唔啱，你長期咁樣否定自己，你唔接受過往嘅嗰種自我啊，所以咪情緒病咪嚟咯。所以咧，到最後我第二次癌症嘅時候，我就同自己講，我唔要再咁樣，我一定要揾出我自己點解要復發嘅原因，我唔要再下次復發。所以我就學咗心理學，到最終極嘅答案就係話，我嘗試喺教會入邊，我之前講過一節節目啦，即係點樣對付 NPD 嗰度，我想喺嗰度揾翻一個終極答案。點知就話俾我聽，其實只要係人類咧，佢就會有佢嘅即係罪性，包括我都係，我都係一個罪人，我信教噶吓，即係大家唔知我而家話俾你哋聽，我都係一個罪人，每日都仲喺度犯緊罪。咁但係咧，即係話喺教會當中，我同佢傳道啊，所有啲教友相處，反而令到我更加痛苦，因為點樣講咧？即係佢哋會，我講嗰間教會啦，唔係間間教會都咁。我而家呢間教會唔係咁，佢哋永遠都係要你去否定你自己，你咁樣嘅諗法係唔啱，咁所以令到我更加痛苦。因為你否定自己，你就唔中意自己嘛。你唔中意你自己，你點唔抑鬱咧？我唔中意而家嘅一師奶，我一啲都唔中意，但我又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所以咪不停咁去唔開心咯。到最後我醒悟咗之後，學咗心理學，同佢哋抹咗面，絕咗交之後，翻咗而家嘅教會，見咗情緒輔導，佢哋話翻俾我聽，你冇錯。你做唔到嘅嘢，佢咁樣逼你，係佢唔啱。佢成日道德綁架你，情緒勒索你，係佢唔啱。仲玩埋意識操控、行為禁制，就係佢唔啱。所以最近得知咧，嗰個傳道已經離開教會好耐。咁算啦，過往嘅嘢唔再講。總之就係話，當我第三個階段，我回望過往嗰50年，我而家53歲，醒咗3年啦吓。咁咧，我開始發覺其實真係要將自己擺翻喺一個正確嘅位置，唔好再圍住人哋轉。我哋要開始將自己嗰個上天賦予我哋嘅高敏感人格入邊嘅嗰個超強嘅第六感、超強嘅感知力同埋洞察力，去專注翻我哋自己嘅個人嘅成長。譬如話我哋情緒、我哋嘅健康啦、身心靈嘅健康啦，同我哋嘅人生嘅學業啦、事業啦、婚戀家庭親子關係同埋人際關係。將呢啲上天賜予我哋嘅聰明睿智，去落翻自己嘅自身個人成長入邊，
咁我哋慢慢慢慢行落去，將個注意力專注力擺翻自己自身，我哋就可以破局破障咁去重生。所以話我而家其實53歲，即係我醒咗3年。我而家已經可以好清晰無誤咁知道，其實當一個人佢主動靠近我，即係當我大家係師奶啊，係嘛？我最記得我第一、第二次病，應該係第一次病，我個仔竟然同我講一句12年前我第一次病，我仔竟然即係小學嗰時同我講：哎呀，阿媽真係好啦，你而家病咗，我反而開心好多。我成個彈起話咩料啊，大佬，你咁講，佢因為你多咗時間陪我咯，你冇再成日周圍去咯，我先發現自己。因為基於工作嘅原因啦，嗰陣時未病啊嘛，咪周圍去即係做嘢咯，同埋成日群埋啲豬朋狗友啊，即係酒杯上筷子落嗰啲啊。我其實俾屋企嘅時間唔係咁多嘅以前，所以我咪話我係一個罪人咯，我有罪嘅，真係對唔住自己嘅阿仔啊！佢咁樣嚟，即係你話聲討又好咩都好，我話阿媽以後都會多啲陪住你，所以我個仔而家係開心好多。啊咁啊間唔中咧有嗌叫嘅係嘛，咁你啲碗碟都有相敲，咁但係令到我反省到自己，其實係時候要好好地去諗一諗反思。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再有任何人行埋嚟主動靠近，譬如話某師奶、某同學、某家長，我第一時間就喺度雷達咁樣喺個頭頂嗒嗒嗒嗒嗒咁響，我開始掃描佢 scan 佢，我觀察過2、3次，我發現其實呢個人咧同我唔啱 channel 嘅，唔啱嘴型嘅。佢靠近我只係想將我當成工具人，好似以前咁，或者做呢啲情緒海綿嚇，想將我當成一個精神獻祭品，去俾佢消耗嘅消耗品。No no way，我會彈遠好多嚇，我就唔理佢嘅，我會即係慢慢慢慢消失。咁佢開始發現到我嘅冷淡疏離咧，咁咧佢就會收噶啦。你問我係咪冷漠咧？唔係咯，點會係冷漠咧？你自己唔學識愛你自己。你打開個門，中門大開，任到啲匈奴啊、鮮卑啊、羯啊、底啊、咩嗰啲咩雜胡啊、亂七八糟嗰啲人啊，啲外族嚟侵入你嘅邊界，狠狠咁傷害你。你睇下嗰陣時五胡亂華啊，漢人幾乎俾人殺到冇噶啦。如果唔係嗰個嚴敏大帝咧走出嚟挽救嘅話，而家冇漢人噶，漢文化已經滅絕咗噶啦。所以就係話你要的起心肝，我同我自己講，你一定要企得穩。最緊要就話我屋企仲有一個長期病患者，就係我大仔啊嘛，佢係殘疾人嚟噶嘛，我唔為屋企，唔為自己去企翻硬淨啲，隨隨便便咁任人傷害，咁我咪即係企喺他人嘅陣營一齊嚟霸凌自己、欺凌自己、傷害自己。呢個世界上有咁錯咁蠢嘅人嘅咩？有啊，我以前咪咁咯，所以我而家就係可以講話苦口婆心，同啲高敏感嘅人去講，如果你醒覺自己長期企喺他人嘅角度欺凌自己、霸凌自己，搞到折磨自己嘅，我希望你哋開始去醒一醒啦。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己開始要邁出第一步，去質疑自己咁樣做係啱唔啱。我而家開始就係話，我要結束一段關係，譬如話同某師奶、某同學、某朋友吓，我就會選擇唔解釋、唔爭辯、唔證明，淨係沉默咁靜雞雞遠離，揮一揮衣就不帶走半點雲彩吓。我唔再去自我犧牲，唔再做人哋嘅精神獻祭品，唔再承載他人嘅負面情緒。一句講晒，你值得我付出嘅，我會為你付出。所以我講過幾次就係話，我而家喺香港有一個好朋友，深圳一個好朋友，鄉下肇慶一個好朋友，都係師奶嚟嘅。我同佢哋3個相處都好開心，因為我哋啱 channel，佢哋值得我付出，我亦都值得佢哋付出。人生得一知己難易，更何況我有3個，我其實好幸運噶啦，同自己講真係好好。所以就係話，當我哋高敏感嘅人格唔再話即係取悅他人，而係用嚟理解自己、接納自己、選擇關係、選擇將自己嘅生命安放喺最重要嘅位置先，呢一刻先至係真正嘅覺醒。最重要就係話，你要運用你嗰個上天，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譬如話你而家好簡單，你冇其他嘅人際關係嘅麻煩，你只係覺得自己而家人生嗱，你對照過你自己嘅高敏感人格啦，要你做個測試上網。你而家係處喺人生嘅十字路口，你唔知揀咩專業去讀，你唔知揀咩工種去做先啱嘅，咁你要靜低心落嚟，你睇下你自己真正嘅熱愛係乜嘢，你就將佢咧好似一把刀咁磨利咗。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將你自己嘅喺行內嘅嗰個專業嘅嗰個技能
你一定要達到呢，可以令到你呢往後嗰20年都可以靠呢個技術去食飯。可以嘅話，學識埋理財，等自己早日嘅財務自由。咁你嘅成個人生係咪舒服自在好多啊？如果你自己而家話同他人嘅關係唔好，咁你就睇下日師奶頭先所講咁多嘢，運用我哋嘅高敏感人格，上天賦予我哋嘅直覺啊，超強嘅第六感啊，去為自己謀福利，專注自己自身成長。你嘅感知力，你嘅洞察力，愛力令到你喺人際關係當中點樣游刃有餘，唔好再咁容易俾人傷害。高敏感人格，你將你自己嘅嗰個共情力同埋道德潔癖適當咁收一收，好似大火收汁咁，唔好再隨隨便便付出，得唔得？俾一啲值得嘅人，你篩選過100個人靠近你當中，你篩選過那麼1-2個，你先付出，其他嘅你靜靜聽就得噶啦。係啊，每人有每人嘅命水，佢要行嘅路，你係冇辦法替佢行嘅，你為佢祈禱啊，你勸佢啊，1、2、3、3次，佢都唔聽，點到即止，拜拜，遠離，就係咁，將佢交託俾上天。站喺我角度就係將佢交俾主耶穌。我只係一個凡人，我能夠做嘅盡晒力啦。咁其他嘅結局交俾主耶穌去挽救佢，就係咁嘅啫。That's all。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歡迎大家能夠可以嘅話分享下你哋又點樣即係喺高敏感人格入邊係即係脫穎而出啊，破局重生，又或者話我而家處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好迷茫，可以點做？你即管嚟問我啊，我斷估我都可以俾到好多意見你。OK，好啦，拜拜。